五楼的妈妈阿嬷拢有摕着吼，有吼好。4楼的妈妈阿嬷拢有摕着吼，有吼好。OK 好。好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咱伫这个成个主日，咱搁一届组织，特别今仔日咱做伙伫遮庆祝母亲节，也互咱透过拄仔咱的主日学遮的儿童来献诗，伊嘛送这个一蕊花，互在座的每一个妈妈、每一个阿嬷，来诚做是一个真水的一个礼物。我想今仔是母亲节，所以伫咱开始要分享讲到进前，你会当你边仔的摕着花的妈妈，甲讲母亲节快乐。啊。当然，咱伫遮庆祝母亲节，除了是咱怀孕生囝，诚做是母亲，诚做是阿嬷以外，咱伫教会中，咱嘛常常嘛有另外一种母亲，就是属灵的妈妈。所以伫咱的教会中，咱可能嘛有咱家己属灵的妈妈，甚至是属灵的阿嬷，可能是你的小组长，你边仔的兄弟姊妹，伊可能嘛是诚做是你信仰的属灵的妈妈，也是属灵的阿嬷。所以咱今仔伫遮庆祝母亲节，当然，互咱来搁一届来思考咱的老母伫咱生命中所付出，伫咱生命中为咱所牺牲才会疼。相时，咱嘛伫遮透过上帝的话语，搁一届互咱得到帮赞，也透过上帝的话语，嘛会当互在座的妈妈来得到祝福。伫咱开始分享今仔日的圣经话语进前，咱跟做伙来做一个祈祷，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正早起时来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学了你。特别今仔是母亲节的主日，求你赏赐每一个妈妈，求你的恩典教业因用，也求你赏赐属天的平安、属天的喜乐，伫每一个妈妈的身上。也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，互阮搁一届来听见着你的话语，也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，搁一届领受着主你的恩典。求你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牧师要来和大家做伙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“伊上亲的疼”。最近这几个月牧师拢咧和大家做伙分享有关做伙来礼拜这个系列。但是今仔母亲节，所以牧师要用一个较属于母亲节的一个题目，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今仔咱所看的这个经文，记载伫《列王记》的一个故事。其实这个故事，咱也有机会去看。为《列王记》的17章开始，一直到今仔的结束24节，伊是一个足长的故事，是先知以利亚，伊开始要去服侍，一开始所拄到的代志。当上帝呼召这个先知以利亚，伊要开始出来服侍，上帝互伊到伫这个所在，到伫这个寡妇，到伫这个妇人人的厝。这个妇人人伊已经无翁婿，所以伊只有剩伊和伊独一的一个后生。当时伫迄个地嘛拄着真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天无落雨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大家无真济会食米，所以因的生活嘛非常的困难。所以这个以利亚，伊到伫这个城市拄着这个寡妇和伊的后生。这个以利亚，伊透过上帝互伊的困难，伊行一个非常大的心业。伊帮助这个寡妇甲伊的后生，会当伫因的生活顶，会当继续生存落去。所以这个寡妇和伊的后生，伊拢见证着以利亚，伊透过上帝所实行的遮所做的一切。所以我相信，当以利亚开始做遮的代志。以利亚出现伫因的兜、因的厝，然后行这个生业，
因拢看伫眼内，因也看见着上帝的恩典，特别是因拄着迄个困境、困难的时阵，一直来帮助因。但是无拄好，就是伫咱现在所看的经文17节到24节，无拄好，这个妇人人，这个寡妇，伊唯一的一个后生，却忽然间破病，然后丧失伊的性命。对这个寡妇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；对这个妇人人来讲，是一个足大的打击，因为伊已经无通倚靠的人，而且当时拄着非常大的挑战，就是无物件通食，因拄较经历有物件通食会当生存落。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伊所唯一的后生却离开伊的身躯边。所以对这个妇人人来讲，对这个老母来讲，伊拄着真大的挑战，拄着真大的困难，是一个伊可能无法度所承受的。但是伫这个看起来非常无法度、人无法度的时，咱看见一个母亲、一个老母的疼，咱嘛看见这位老母伊的回应，以及看见上帝恩典的同在。伫这个危机的中，伫这个危机，咱看见这个老母伊安怎用伊的疼来回应这件代志。伊嘛伫这件代志，搁一摆看见着上帝的恩典的同在。所以，咱今仔看这个经文，咱会当做伙来思考，嘛透过今仔经文，咱搁一摆来想咱的老母伫咱生命中所做的一切。所以今日牧师的每一个这个小小的主题了，拢有两个鼓励，嘛有两个分享，一个是要对老母的，一个是对做囝儿的。嘛，望透过今日经文，也透过今日上帝的话语，搁一摆帮助咱，会当来思考遮个代志。所以第一项，牧师要透过这个经文，也透过这个老母的行动，和大家来分享，就是伊上深的疼。这个老母上深的疼，就是伊无限的疼痛，以及伊的奉献。伊无将伊家己有诶藏起来，伊将伊一切的疼痛，伊一切拢奉献出，互伊的后生。咱看见短的经文，伫咧王记上卷的17章17节到18节，咱看见经文安尼写，就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妇人人伊的后生破病，然后伊的病情无改善。最后，这个后生，伊的后生就因为破病来离开伊的身躯边。这个妇人人对以利亚讲：“上帝所看重的人啊，你为什么安尼对待我？你来到我这，要互上帝纪念我的罪，互我的后生死吗？”咱看见这个妇人原本有敢若有一个新的愿望的开始，有物件通食。而且伊的后生佫含伊三甲弟弟，但是却无想到伊的后生忽然间破病，结果就离开伊。然后这个妇人人，伊原本看到以利亚来甲伊帮衬，看见以利亚来行神业伫因的厝，但是即马伊却颠倒问以利亚讲：“哎，上帝所动用的人，上帝所看重的人，你来到伫我遮个所在，你是要互上帝纪念我的罪吗？因为安尼要互我的后生死吗？”伫当时的观念，伊会认为我拄着无好的代志，我健康出问题，我的厝内出问题，是因为我过去可能做了啥物毋对的代志，可能是我过去犯错，所以上帝降下一个无好的结果伫我的生命中。当时的观念就是，我可能过去做了啥无好的代志，所以上帝就将这个灾祸放伫我的生命中。咱会当理解这个妇人人伊安尼甲以利亚讲的时阵，为什么你来到伫我这个所在？你来到伫我这个所在，是要互上帝搁一摆想起我过去所做的代志吗？其实咱会当理解这个老母的心，这个老母的心，伊毋是要责备以利亚。这个老母其实伊毋是要责备以利亚，
其实这个老母的心，伊是咧讲一项代志，伊在讲我的后生，我的囝会安尼，是因为我做了无够，是因为我做了无好，是因为我无搁较侪付出，所以我的后生才会是这款的模样。其实咱知要请养一个家庭非常无简单。虽然我即马还袂有我家己的囡仔，但是伫教会中有侪爸母，特别是有一寡较少年的爸母，我知爱请养一个，爱请养囡仔大汉是足困难的一项代志，爱经过真大的困难、真大的挑战，甚至爱流非常多的目屎。一个心理学家，嘛是一个教育学家，皮亚杰，伊讲，囡仔的世界是用老母的目屎，是用老母的目屎所灌压出来。伊讲，一个囡仔的世界是用老母的目屎所灌压出来。有时阵，咱非常拍拼，非常努力，为着咱的后一代。为着咱的囡仔，为着要互伊有较舒适的环境，为着要互伊会当成长，咱非常努力拍拼，奉献家己，非常努力拍拼，将咱上大的疼来互咱的囝儿。但是，咱知影妈妈安尼做，也是老母安尼做，常常是家己受苦。只是要为着互囡仔得到福气，老母安尼受苦，是要互囡仔会当得到福气。但是今日经文嘛，互咱知，其实上帝有看见每一个老母为着囡仔、为着家庭所流的目屎，也知迄是一个无后悔的疼。咱可能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囡仔，咱可能爱付出足多。可能伫迄个过程爱流真侪目屎，但是上帝有缘看见。但是咱爱了解一项代志，咱受苦，其实嘛毋是咱家己愿意，其实嘛毋是咱家己选择，是因为咱看见咱的后辈，看见咱的囡仔，所以咱选择奉献，咱选择搁较拍拼，搁较努力。但是这个妈妈的反应，互咱看见一项代志。伊不断地控告伊家己，这个妈妈伊不断地控告伊家己，讲我是毋是敢若有啥物代志无做好？我是毋是有无够负责任？我是毋是做了无够济？所以我的囡仔才会安尼，所以我的家庭才会安尼。我说伫遮要甲每一个妈妈、每一个做老母、做阿嬷的，我说要甲恁鼓励，咱爱时常爱对家己较温柔的。咱对家己较温柔的，人有时阵用暴力对待家己，迄个暴力无一定是伫外表的，有时阵咱可能会对家己伤严格，有时阵可能对家己会批判，可能会对家己责备，可能会对家己无满意。无说要鼓励妈妈，也是做阿嬷的，爱有时仔对家己较温柔的。当然，咱非常拍拼伫咱的厝，咱非常努力付出，咱非常努力奉献，非常努力伫疼咱的家庭，伫疼咱的囝儿。但是咱嘛爱学习对家己温柔，毋通常常互家己陷入伫迄个批判，对家己无满意，莫常常陷入伫对家己的责备。圣经的经文嘛安尼讲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承受土地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承受土地。只有咱每一个做老母的、做妈妈、做阿嬷的，咱先学习对家己温柔，咱才有法度、有能力来分享家己所承受的美好的产业、美好的土地。只有咱先对家己温柔。虽望咱知咱有缘爱奉献，咱有缘伫这个家庭中，咱爱尽力，咱有缘爱负责任。但是伫这个过程，咱爱先学习对家己温柔。圣经嘛安尼讲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承受产业，承受土地。互咱先学习会当
对家己温柔，咱才有法度来回应伫咱的家庭，回应伫咱的囡仔，回应伫咱所处的环境内面。所以嘛，互咱学习一项代志，互咱学习尊重咱的老母，嘛珍惜咱老母的付出。有时阵老母的付出是咱所看袂到的，有时阵妈妈的付出是咱所看袂到的。有人捌做过一个统计，讲若是一个老母的工作，一个月爱付伊偌济的薪水才有够额。有人做过一个统计，就是老母一工才所做的一切的代志，比如讲早起来做早顿啊，爱洗衫啊，爱去买菜啊，煮饭啊。有人算过讲，若是一个老母吼，一个月至少要予伊5万块，才有够。但是咱应该无人一个月予咱的老母5万块吧？应该无人特别讲啊，一个月互咱老母5万块，感谢你做了遐济。有时阵足侪是无形，咱无看到老母付出，老母所做的，咱无看见。所以嘛，互咱学习也珍惜也尊重咱的老母所付出的，因为伊拢伫无形中会牺牲，互咱感受到伊的疼。所以，伫箴言的20章20节，伊嘛讲：你爱听生你的老爸，你的老母老嘛袂当藐视伊。咱学习尊重，咱学习看见到这个老母的奉献。看见到这个老母所表现出来的疼痛，所以有2个鼓励。第一个，我要对每一个妈妈、每一个阿嬷讲：上帝看到你每一个所流出的目屎，嘛伫你感觉软弱、感觉无气力的时阵，上帝有愿甲你支持。我嘛要对在座每一个做囝儿会讲：咱敢有教育的眼光，咱敢有看到？咱的母亲为咱所做的牺牲，为咱所献出伊的疼。所以第一个牧师透过这个经文，互咱做伙来思考，就是老母的疼是无私的奉献，而且是完全的疼痛。第二项代志，牧师要来和大家分享，伊上深的疼，就是伊坚定的信心以及伊完全的交托。伊坚定的信心，以及伊完全的交托。当这个老母伊看见伊利亚来到伫因的厝，伊第一个反应拄仔咱看见，伊讲：为什么来到伫阮遮？你来到阮遮，互上帝想起我做了无够好，互上帝看见我敢若毋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妈妈，所以上帝将灾祸降落伫我的身上。但是刷落来，以利亚甲这个老母讲一项代志，讲将囡仔交互我。以利亚甲这个老母讲，将囡仔交互我。然后伊将这个囡仔为这个妇人人的怀中甲抱过来，带伊到楼顶伊所住的房间，放伫眠床顶。然后看见后壁的经文，以利亚向上帝祈祷，然后一个新嘢发生，这个囡仔搁一届对死亡中搁一届搁活。但是以利亚和这个寡妇的回应，互咱看见一项代志。其实这个寡妇伫以利亚要将囡仔抱过来时，这个寡妇伊拢无圣经的记载。这个寡妇伊无任何的回应，伊嘛无讲任何话啊。伊只有将囡仔交互以利亚，伊只有将伊上珍贵的、伊上疼惜的交互以利亚。但是以利亚和寡妇的回应，互咱看见，其实一切的困难、一切的挑战，互咱有一个机会会当到伫上帝的面前。咱嘛看见，只有上帝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咱看见以利亚和寡妇因的回应甲行动，互咱看见，拄着困难，互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伊。但是嘛，互咱学习到，只有上帝才是一切问题的解答。所以，咱头前看见，当这个妇人人伊咧自责的是啊，敢是我做了无好？我做了无够济？我对这个家庭敢是付出了无够济的时阵？
伊利亚甲讲，将你所上疼惜的交互我，将你所拄着的困难，你所拄着的挑战交互我。只有上帝会当解决这一切的问题。当这个妇人将囡仔交出去的时阵，咱就看见有一个真大的改变。当这个妇人愿意将伊无法度放落心的交互上帝时，咱就看见有一个无共款的转变。我捌看这个天下杂志吼，这个杂志咧介绍，伊咧介绍伫即马的父母内面，有侪无共款的父母，特别伊讲到有两种的父母，敢足趣味。伊讲有一种父母叫做割草机的父母。什么意思？就割草机的父母啊，就是伊会将所有囡仔拄着的问题，拢全部拄去，就亲像一个割草机一样。囡仔行伫老爸老母的后壁，伊将所有问题全部解决，囡仔行伫后壁就好。然后一种，我看这杂志伊所描述另外一种的老爸老母，伊叫做直升机的父母。直升机的父母是啥？就亲像是直升机一样，伫迄囡仔边仔踅来踅去，踅来踅去。伊个描述讲，这个叫做直升机父母，就是过度的介入、过度的保护，盘旋在这个囡仔的四周围。当然，咱拢希望讲，咱的囡仔，咱拢希望咱所注意的代志会当搁较好。咱拢希望咱所看重的代志会当有一个好的结果。但是有时阵交出去。交托出去，放落去，有时阵嘛是对咱是一种轻松，有时阵嘛是一种信心交托的表现。当咱看见这个老母，伊将伊上亲爱、伊上疼惜的囡仔交出来的时阵，代表伊将伊内心、伊上底的迄个嘛交托出去。然后嘛因为以利亚伊的祈祷。以利亚伊的回应，嘛显明上帝看见这个老母背后的信心。嘛因为这个老母，伊将伊所上珍惜的交出去，然后以利亚嘛透过祈祷，上帝来成就一切。真做是一个老爸，也是真做是一个老母。咱拢会经过爱养饲囡仔的时，囡仔会大汉，特别囡仔伫读册的时阵，咱拢嘛会搁较侪伫想，搁较侪伫烦恼。囡仔未来要去倒位？囡仔大汉要读啥物学校？囡仔以后要往啥物方向去？但是除了囡仔以外，咱嘛伫咱的家庭，咱有侪伫烦恼的代志，咱要安怎安排？咱要安怎计划？咱要安怎来划这个家？但是这个经文互咱看见，当这个老母将伊所看重的代志，当这个老母将伊所珍惜的代志交出去的时阵，毋是交出互上帝，将一切主权交互上帝的时阵，就带出非常大的改变。但是当然嘛，毋是讲完全交出去，就拢放互上帝。上帝，你帮我顾就好。上帝，你帮我顾就好。无事惊讲信心交托，所以转去就甲我的囡仔孙仔讲，上帝顾就好。其实咱嘛爱负责任。虽然咱信心交托互上帝，放手将咱所烦恼的交互上帝，但是咱犹原对咱的后辈，对咱的囝儿逝世，咱嘛亲像经言的经文安尼讲，爱教导因，互因行着应该行的道路。迄个应该行的道路是上帝的道路，嘛毋是咱所想象的道路，嘛毋是这个世界的道路。互伊到伫伊年老的时阵，嘛袂偏离；互伊到老的时阵，也袂偏离。18世纪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，伊叫约翰卫斯理。当约翰卫斯理当伊在年老的时阵，伊在描述伊的家庭，特别伊写着伊的老母。伊讲伊的老母讲了一句话，伊讲伊老母讲，当我每一届为着我的囡仔祈祷的时阵，我就亲像在塑造未来的世界。
这个约翰卫斯理，这个非常出名的牧师，伊安尼讲伊老母，伊回伊老母所讲的讲，当伊老母伫为伊的囡仔祈祷的时，伊老母讲亲像伊伫塑造未来的世界。咱嘛会当学习安尼看真神，将咱的囡仔，也是将咱所看重的交托互上帝。我相信上帝将囡仔交互咱，也是甲任何的产业交互咱，代表上帝看重咱。但是，当上帝放心将囡仔也是这产业交互咱的时阵，咱嘛应该爱专心将咱的囡仔，也是将咱的产业、咱所挂入的嘛游玩，拢交托互上帝。所以，马丁路德16世纪一个出名的改革家，伊嘛安尼改革家伊嘛讲，伊讲信心毋是看会到，信心毋是看会到尔，是将迄个看袂到的交互看会到一切的上帝。马丁路德嘛讲，信心毋是看会到尔，信心是将迄个看袂到的交互迄个当看到一切的上帝。这是会当互咱学习的。这嘛是会当互咱做伙来思考的。所以伫撒母耳记第上卷第1章26到27节，撒母耳的老母哈娜，伊无囡仔，但是向上帝求。但是当有囡仔的时阵，撒母耳出世的时阵，伊老母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徛伫你的面前，过去我就是伫遮向你祈求的迄个妇人人，就是我。我祈求要得到这个囡仔，我即马已经得到你所想事的。然后这个经文安尼记载，伊讲，所以我就将这个囡仔归乎耶和华，互伊一生拢归伫耶和华，互伊一生拢敬拜耶和华。所以，咱看见哈娜，也是伫这个以赛亚故事这来的这个寡妇，因有愿做一项代志，用信心，然后交托，然后上帝就成就。所以，无需要鼓励在座会做老母的，你敢有愿意将你所烦恼的、你所担忧的，无论是你的囡仔、你的家庭、你厝内的人，拢交托给上帝，而且相信上帝为伊上好的计划。我嘛要对在座做囡仔的讲，老母的信心是安怎影响咱的性命？当咱看见老母信心的交托的时，老母的信心是安怎伫咱每一项的生命中产生影响咱？第三个嘛是最后一个，无需要和大家做伙分享。这个母亲上深的疼，就是不断的感恩，也不断仰望。这个母亲上深的疼，就是不断感恩，也是不断仰望。所以最后这个经文安尼记载，列王记第17章23到24节，以利亚将这个囡仔抱落来，交伫楼骹，交互伊的老母，对伊讲：看，你的囡仔佮我。这个寡妇讲：即马我确实知影你是上帝的使者，上帝借着你所讲的话，拢是真实的。上帝借着你所讲的，拢是真实的。所以上帝听以利亚的祈祷，互囡仔佮我。但是佮较重要的，毋是囡仔佮我，佮较重要的是，互这个母亲得到真实的喜乐，而且伊嘛认捌着上帝的信息。佮较重要是，这个老母得到看见上帝的信息，了解上帝话语的困难。这个老母毋若是只有认捌行神业的上帝。我讲头前这个17章头前记载，以利亚行神业，所以因兜的物件是有够业者的，因所欠用的拢补足啊。但是这个时阵，老母所看见，毋若只有是一个行神业的上帝。这时阵，伊真正是看到这个上帝是真实的，而且是信实的上帝。所以，咱看见这个老母伊最后的回应，伊讲啥？我确实你真正带着上帝真实的话。咱看见这个老母的回应是安尼，伊
毋是只有看到一个行圣业的上帝，伊毋是只有相信圣业，伊更较相信的是上帝话语的真实。所以咱看见这个老母，伊用一个感恩，而且是继续带着一个仰望的心，在回应这项代志。所以诗篇37篇第5节，诗人安尼讲：，就将咱的代志交托予耶和华，我靠伊，伊就要成全。当咱将咱一切代志拢交托我靠伊，伊就要来成全。所以咱看见最后这个老母，伊的心是啥？伊为原本一个非常忧闷、无法度通放下，到伫最后伊完全交予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就成全一切，互伊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喜乐，互伊体会到什么叫做上帝话语的真实。伊毋但是看到圣业，伊嘛真正是活伫圣业中，伊嘛真正是经历到上帝话语的信息。当这个老母继续带着这款的感恩，当这个老母继续带着这款的仰望，我相信虽然经文后壁无写，但是我相信嘛会继续着影响着这个囡仔。我相信这个老母嘛会继续影响这个囡仔，因为伊的感恩的回应，带着仰望的回应，咱就看见上帝成全伫这一切的所在，咱就看见上帝成就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，咱知，虽讲今仔咱咧讲老母，咱咧讲妈妈，特别咱透过这个以利亚和这个妇人人的故事，但咱知，人的疼总是有无法度完全，人的疼总是无法度完全。虽要讲老母的疼非常的深。但是咱会知，上帝的疼搁较深。虽讲老母的疼非常深，但是上帝的疼搁较深。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讲，妇人人竟然当袂记伊食年的囡仔，可能有袂记一个，但是我就是上帝。上帝讲我袂记你。上帝讲我袂记你。上帝讲你永远。伫我的心中，上帝讲：你永远伫我的眼中，我永远拢疼你。可能用咱人的疼，特别一开始在讲用咱人的疼，咱来照顾家庭、照顾咱的囡仔，可能会感觉会有忝的时阵，可能会感觉有野心的时阵，但是上帝的疼却是无结束。上帝的疼是永远伫地。虽然咱用咱人的疼非常尽力，非常拍拼，要完成一寡代志，要疼人，照顾咱的家庭，但是咱知，有缘嘛会感觉忝，有缘会感觉野心的时，但是上帝的疼却是无结束。所以，亲像一个老母所付出的疼一样。上帝嘛用这款的疼在疼咱，而且疼了疼力搁较深。所以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，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，上帝拢有缘为着咱每一个人疼到底。所以，愿上帝赐予咱透过母亲的疼，互咱感受到温暖；但是嘛，透过母亲的疼。也互咱搁一摆思考上帝的疼，互咱感受到上帝的恩典，甲咱永远甲咱三甲伫地，也特别甲在座每一个老母三甲伫地。愿上帝赐予咱，互咱每一个，特别是做妈妈的，每日拢会当领受到上帝的平安，领受到上帝的喜乐。愿上帝赐予互咱。只是咱要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。今仔要唱的回应的诗歌，毋是圣诗，咱要唱一条对多数人可能拢听过一条歌，叫做《有人在替你祈祷》。咱要做伙唱这条的诗歌，然后咱要特别为着咱在座的每一个老母来祈祷，
咱要特别为每一个在座的老母来祈祷。咱的老母常常是为着囡仔、为着家庭在祈祷，为着因所操烦的代志在祈祷。但今日牧师要邀请大家为着在座每一个老母来祈祷，咱嘛会当真做是因的代祷者，真做是因的安慰者，真做是因的鼓励者，互咱透过咱的祈祷来回应因所藏落伫咱心上的疼。虽然这时咱做咧，咱做伙来用这条诗歌来唱有人在替你祈祷。